我需要你，不过我已经无时间了。我已经无时间了。正达，你已经死呀！你安尼敢是爱萱萱？我刚刚分不清楚是李正达还是张佑啊。假使讲我就是张勇，我敢袂当留在这，陪郑婷大汉。爸爸，你敢会使转来？我是郑婷的爸爸。你莫胡白讲哦。林焕都无可能是张佑。这就剩我一个人啊！张佑离开了后，是你陪我伫我的身边啊。今晚我要陪你。萱，等来。张佑是救我的英雄，你又是杀人凶手。你交了灵感，让老王判你68层地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汽车49天，公司台语台。